食毒賽車的事件一直在發生，行政院甲交通部有咧研究要吊銷駕照，法務部嘛提出着草案要判無期徒刑，但是部分的立委認為安尼也無夠。國民黨的立委簽這個草案，要甲食毒賽車弄死人者判死刑。不過，民進黨的立委認為這死刑並不是萬靈丹，但是修法甲這個刑責加重，絕對是條約的共識。可以實施唾液快篩啦。新北3連埔的車路有一對男女發生衝突，警方到場的時發現講，這個查甫人蛇神用喙瘻快篩驗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等是講又佫出現毒駕事件，現甲抓起來。毒駕事件有夠濟，交通部推動修法要提懸罰款，並且針對食毒的人，預防性吊銷駕照。行政院嘛提出毒駕14箭，除了將俗稱喪屍煙彈依托名字改列為一級的毒品，毒駕造成人重傷也是死亡，終身吊銷駕照。法務部嘛提出提懸刑責的草案，重傷的本來是1年以上7年以下，現在會提到3年以上10年以下。致死的這部分本來原來是3年以上10年以下，修正草案是5年以上12年以下，那併科300萬的一個罰款。再犯的話，這一種的致重傷的是5年以上12年以下，如果萬一有致死的話，就無期徒刑了。是講這款刑度，部分的立委認為講安尼佫無夠，國民黨立委洪明凱進前就提出毒駕第4隻應該處以上重死刑。針對這點，立委吳宗憲表示講，伊嘛有聯署強調講，這不是正式立法，共黨的委員嘛攏表示贊成。我們立法院黨團，我們的同仁，大多數的方向都是相當的一致。毒駕最高可判處死刑。我們加強來修法，來做一個加重。朝野之間有共同的一個共識，把死刑當成萬靈丹，這也未必是對。那你攏強調講必須提懸刑度，要過變怎實際達到協助的效果，又過兼顧着刑罰的平衡性，條約愛擱調。